等咗半年，終於提車啦！好多人對雷軍呢有所誤解，認為雷軍淨係識得搞營銷，唔識得做產品。若然人哋淨係識得搞營銷，冇可能將呢間公司可以做到1.5萬億嘅市值。嗱，呢架車呢，阿晶終於提咗返嚟啦，苦等咗半年。提到車個瞬間呢，係相當激動嘅，冇白等嚇。同你哋拆解一下，全面咁講解，一鏡到底。究竟呢台車賣得值唔值呢？首先俾你聽聽聲音，碳纖嘅呢種呢就係金屬嘅，區別就喺呢度啦。呢塊機頭蓋加咗4.5萬、4.2萬啊，等咗半年，值。你睇睇個車嘅質感，嗰啲金屬，放眼全世界 ABB 嘅所有汽車冇200幾萬提唔落嚟，阿晶就係用咗60萬啫。每個男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跑車夢想，而我都唔例外嚇。咁我嘅預算呢，就大概係200萬買台超跑嘅，估唔到60萬就可以搞掂咗啦。幫我認真咁樣慳咗百幾萬，你睇睇成個輪毂輪胎啊，碳塗嘅碟剎，鍛造輪毂。一隻大鮑魚，對標 BBA 任何公司呢一隻輪嘅價值唔低於10萬，4條輪胎加起身就40雞啦。碳纖1.7嘅平方都係碳纖車頂，聽聽尾翼都係碳纖，普通金屬就係咁樣嘅，淨係呢副碳纖嘅價值就買回超值啦！再過嚟呢邊睇睇，流線型，哇，幾型啊！當時呢，我買呢台 Alpha 嗰時都要100幾個，嗰種心情係異常激動嘅。對比起係兩回事啊！呢台貴佢一半。嚟開個門入去俾你睇睇。誒，呢度機頭蓋。連呢個錶都係24K 金嘅，打開俾大家睇睇。咦，開咗啦！冇開兩個孔咧，呢度咧打得開，係個好大嘅後備箱，可以買菜裝菜。咁啊，我選擇要型，唔要空間啊！每個男人都係要型噶啦，速度與激情嘛。嚟。打佢翻落去先，無邊框 Akataken， 哇，正！1548匹馬力係咩概念呢？同大家講講下。咁你哋平時開嘅軒逸、日產軒逸126匹馬力。咁呢一台車就等於相當於10台軒逸、10台嘅家用小車嘅馬力。咁啊，講到加速性能啦喎，0到100只需1.98秒，相當之鳩時。而且最高時速去到350匹嘅馬力，足以令到好超多嘅超跑呢甩在尾後哈，很牛。我們國產的新能源就是牛。呢度都係碳纖嘅，呢度都係 Akata 嘅，包括呢啲納帕軟皮，哇，做工相當精細，啊，摸起身都好有情緒價值。你睇下，包括呢度係碳纖，咁啊中間呢度空間咧就相當大，可以放好多東西。翻嚟後面睇睇。唔簡單啊，係啊！我原來以為咧後排咧就好窄嘅，其實就唔算窄。你睇睇我膝頭哥2個拳頭位置，呢度都係碳纖，哇！滿滿的情緒價值。所以雷軍真係用心去做產品。大家話呢架車60萬，究竟值唔值？正所謂千金難買心頭好，冇咩值唔值嘅，最緊要自己喜歡。
揾錢嘅意義，除咗滿足物質嘅滿足，仲有就係精神嘅滿足啦。國產新能源小米牛逼！